突然好想食番茄仔，介紹大家呢款雜錦番茄，裏面有紅色、黃色、紫紅色。紅色番茄咧咬落去咧就比較偏甜啦，同埋重番茄味嘅。而黃色呢款番茄咧個味道比較淡啲啦，而紫紅色呢款番茄咧就比較酸啲，同埋多汁啲啦。加啲梅粉落去又唔知有咩味道咧，等我撈下撈勻佢先。加咗梅粉嘅番茄仔咧，食落去咧真係特別唔同啲㗎，好似咧去咗台灣嘅夜市咁樣啊！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款撈梅粉嘅番茄仔呢？大家都可以試下喎，酸酸甜甜真係非常之好味啊！食飽飯之後食幾粒咧，有開胃消滯喎。希望大家中意我介紹呢款番茄仔啦，應該係雜錦車厘茄啊！其實番茄仔同埋車厘茄咧都係一樣咁好味嘅，番茄仔就比較圓啲啦，車厘茄咧就比較長身啲嘅。今次咧就介紹呢款長身啲嘅雜錦車厘茄，加梅粉撈嚟食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種食法啦。仲有一款食法咧，就喺台灣夜市經常見到嘅啦，用啲紅色嘅車厘茄咧，中間夾住烏梅，然後加上梅粉去食，非常之好味。